机动天马假面骑士555巧爷的支援摩托车，可变形为人形战斗机械形态，前轮可作为盾牌，同时具有加特林机枪的功能。飞子利刃是假面骑士所使用的剑形武器，平时装着于机动天马的握柄部分。下面来看看实物的变形过程。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麻烦点个赞呗。对了，阿彪之前做的假面骑士极狐变形摩托 MOC 的图纸及积木零件包即将上架，喜欢的朋友先收藏关注一波。机动天马的预计12月上架。創出一色半照閃耀 Tell you the truth 最終勝負會有分曉我變身蒙面惡徒變勇叫狂風掃落葉邪魔給發現用上半天正義會把惡魔全滅風聲彷徨的一眾心聲，沒法子冷靜 ，No time to think。人類這刻有位巨星，最終一擊將黑心無情的魔獸追擊。是勇者最後不屈使命，留下世紀勇敢事蹟。Fight for justice。I believe 見到的人勢奮起，不准對方跑掉。Temperature rule 正方勝利，哪怕侵擾。駐守地球為正義，未忘掉。留心我陣營，團隊足以克敵，換上救兵。正義要將戰爭平定，聽到好急清風聲彷徨的一眾心聲，沒法子冷靜 ，No time to think。人類這刻有位巨星，最終一擊將黑心無情的魔獸追擊。是勇者最後不屈使命，留下世紀勇敢事蹟。